到虾仔，甲虾仔讲啥？你甲讲啥？哎，人做伙耍来，人做伙耍，虾仔讲要和你耍。喂，伊嘛和你讲，伊嘛讲，袂，我要和你做伙耍。好，从我虾仔同我喊讲，我要和你，咱来做伙耍。啊讲，啊无咱要耍啥啊？卡到我即摆，虾仔伊讲，即摆，伊讲，咱来找看比我什么人，找一个头啊，上介意，好唔好？虾仔讲好。我收档啊！嘿，收档啊！结果伊总系互迄个石头啊缀掉咧，爬起来。我安那，要安那？伊就甲伊放落去。伊安那？伊就话救命。啊！伊拢讲我的故事过落去啊，真正呢，伊总啊喊救命，救命！啊，什么人听到？什么人听到？什么人听到？伊也有听到，伊也讲来，我来甲你，让妈妈一总要甲伊养起来，敢有办法？我懂。无法度，佮可能伊讲，你等下啊，你忍耐一下，我来甲你叫朋友，我叫我的朋友来甲你救，伊去叫什么人？叫什么人？虾啊！嘿，叫虾仔来甲伊救，安尼，敢有办法？我懂。无法度。因为迄个石头啊是非常的重的。对啦，迄个石头啊太大了嘛，啊个非常的重，对不对？好，无办法，佮叫什么人来？叫什么人来？叫什么人？叫什么人来？海龟。啊，叫一只龟来，叫一只龟来甲，啊，毋是敢一只尔，足一只哦，因较拄啊。本来是拢算一个啦，啊，咱拢去做叫朋友来，全部人来甲伊用一个，帮忙伊1、2，总我甲伊救起来。安尼有甲迄粒迄个石头啊，甲用掉无？有无？啊，那哈有？因为东部人做伙团队合作。哦，有够厉害的，就是安尼啦，伊就是安尼。啊，迄只金啊，互人甲救起来了后，伊就甲伊的朋友讲，那有肥皂呢。有袂走哦，这笨蛋呢？啊弟弟你会使无？你会敢袂走？嘿，我来看这只会走无？爸爸要么啥？哦，你看恁爸爸拢变师傅啊，价值拢会晓修理啊，所以这原理简单啊吼。但是咱去查那个库，那个玩具，那个童玩迄个已经，哦，爸爸要我也不会讲，会玩不会讲。你看走，这只迄个动作较笨。我看嘛呀？为什么？树林较用啊钱啊，我唔。啊，你这个树林，迄阵我要教啦，因为我看是伊会当用。哦。哦，迄只靠树林。对，我拔种树林就对啊。哦。